国家海洋研究院7月时，伫咧台南安平建设台湾的头一座离岸楼即时监测试验站，希望讲未来会当针对海边的暗楼建立一套警告机制，防止海边有人渡水死亡意外发生。 海面看起来真恬静，啥民众去海边啊耍水，也毋过看起来无啥风影的海面下底，其实嘛有真大的危机。市政府本来就无爱用落手，迄唔知影啊，我袂晓即落啦，啊，但要人叫迄个落手吼，叫漂对边去啊。 为着会当即时掌握互人合作海岸杀手的离岸海影，国家海洋研究院甲台南市政府、生态近海水文中心等等单位合作，透过海洋雷达、海岸摄影机监测离岸海影。之前是每半个小时运作一次，所取得影像里面确实已经找到大概有超过100张有裂流特征的影像，而透过这些影像 的辨识，我们后续还会再去导入一些相关的研究的技术。过去民众伫海域渡水，虽然因素真侪，也毋过以离岸海影造成的渡水意外威胁是上大的。即马有即时的雷达影像会当掌握甲预警，透过通讯软体机器人来发布信息，能够把这样子的裂流资讯转化成可以提供给民众或是相关 部门的巡守单位，让他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提醒，或是去劝导民众，还是要警告一下吧。怎么说？警戒一下。对，因为有些很多外地来的都不太知道。 目前以人工智慧技术正确判断离岸海影的能力已经来到82%以上，持续累积有效的影像建本了后，预计就会当来到95%以上。台南市政府逐当6月至10月拢会办理水域活动安全巡查作业，即摆透过海洋监测结合 AI， 提供离岸海影警示的资讯，予游客甲巡逻人员有过，而且加强巡逻重点的分配。成果预计11月初9就会当发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